Q 哦，哦，Q 两支，好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 Q 两支的唔对，啊，赶快 Q 3 Q 袂使。是准嘛袂当，Q 嘛袂当，到底是啥反正两支这两字本身就无啥正确。是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问老师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老师，主要是因为咱若讲什么机的时阵啊，应该是咧讲伊迄代是什么款的功能嘛吼。咱即马就是问题是讲，当然这嘛甲伊华语的号名可能咱较简省，因为华语伊的迄个名词吼，通常拢会。比台语来讲，会比较较简省的一个号名方式啊，就讲会较简要的。即马咱来看即个机器本身，就讲迄个物件，你毋是去存一粒卵，就是讲迄个机器是你存迄个开关，但是伊即马你录制落了，伊会走出迄粒卵，但是你咧存迄台。哦，较毋是伊个，所以这虽然是新的物件吼，咱要号名嘛是爱有伊的，就是讲看伊的迄个功能甲状况来处理啦。吼所以有人是安尼号啦，吼，就是讲改号做食钱台啊啦，吼，就是讲用你甲咱食钱